石虎的厝。有一只石过水的石虎，伊的名叫做阿石。阿石和伊的爸爸、妈妈，也阁有伊的小弟、小妹，拢住伫咧树林内底快乐过日。有一天，阿石因规家伙仔搁伫咧树林内底爬悬爬低，石虎因照狗拍来，想要找看觅敢有细只的鸟鼠，也是有鸟仔通食无。当因咧走找，目睭金金上的时，熊熊树仔一丛接一丛，连续刷倒落来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人啊，想要起大楼，要起踮山顶的空地啊，就甲树仔错掉。石虎足可怜的，因原本咧耍咧生活好所在，煞互破坏了了，变做无所在通住。搁较凄惨的是，因一家伙仔拆分开，阿石和伊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走四散，无法度搁再做伙过日子。阿石开始一个人流浪，流浪到山骹的时阵，伊拄着一只猫仔囝，叫做阿咪。阿咪甲阿石讲：“嘿，你嘛是一只猫咪吼，我嘛是呢，咱交一个朋友好无？”阿石讲：“我这毋是猫，我是石虎呢。”阿咪搁再斟就甲阿石上一个，讲：“你看起来足神的啊，你是猫，我嘛是猫啊。”阿石应讲：“毋是啦，我是石虎啦。”阿咪讲：“无要紧啦，无，你甲阮斗阵来阮兜啊，遐有足侪猫咪，是一个大家族。”石虎想讲安尼嘛较有伴，就和阿咪做伙转因兜。阿石逐工甲猫咪因斗阵食青，拢有新的猫咪通熟悉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阿石嘛过了惯死惯死，和猫仔家族正做好朋友。有一天，阿咪甲伊讲：“阿石，阮要来去游行，你要同齐去无？”这场游行有真侪台湾的猫咪甲阿狗参加，伊要来诉求讲有真侪人饲猫饲狗，煞甲因放杀，放因伫咧街头巷尾流浪，嘛有真侪人对狗仔囝、猫咪真无好，会甲因虐待苦毒。猫咪和阿狗想要借这场游行，甲人类讲爱尊重因的生命甲生活。阿石甲阿咪讲，伊嘛要来去。阿石、阿咪和猫咪家族、阿狗因斗阵行去街头游行，奉上因的诉求。行到半路的时，有一位记者发现阿石，伊知影阿石毋是一般的猫咪，是石虎呢。伊大声喊讲：“恁看，遐有一只石虎！”所有的记者就赶紧摕卡梅拉来翕。阿石的目睭互闪光灯照甲天袂见，
伊讲，大家莫阁翕啊，安尼我诶目睭足无爽快。记者说讲，你是一只石粉呢，阮是要甲你保护。石虎就咧要伫台湾看无啊！大家赶紧甲伊抱起来。阿石连咪大声喊：我无爱互抱，你要甲我抱去倒？有人讲：你免烦恼啦，你爱互保护啊，安尼你才会当好好过日，嘛会当活较久长。阿石伊大声应讲：我袂。伊行去上头前，甲大家演讲讲：大家好，多谢恁遮邀请我，但是恁敢知影啥物才是上好诶保护？毋是甲我掠去保护中心保护，就是保护。我希望恁大家会当保护树林，莫阁错树啊！开垦阮自细汉大甲大诶所在，互阮一片会当掠风美好诶树林，快快乐乐甲我诶爸母、小弟小妹做伙，一家口仔团圆，就是上好诶保护。阿狗和猫咪听了拢真赞成，真来甲拍破啊！只是遐记者甲其他人嘛认为阿石讲诶真有道理，大家就开始发动，对种树仔开始嘛规定袂使阁再乌白错树仔。树仔栽豆豆仔抽悬，石虎嘛有树林仔通生活过日，因为因诶厝愈来愈开阔。会当伫世界爬起爬落，落尾阿石嘛甲伊诶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团圆，规家伙仔又搁同齐拍人。